为了安全，这高雄一寡车路顶头会设置减速的塑胶珠啊，强制汽机车爱甲速度放慢。不过民众反映讲，安尼一排一排减速珠啊，会造成噪音，而且塞轮椅是真吃力。高雄市交通局也讲，目前大多数的减速设施都是早前地方家己做的，因已经有争取到经费，会先改善高龄社区。一台、两台、三台，不管是直接到过，也是越过，经过这个减速珠啊，一定会将速度放慢。另外来看这个路口，赛车的民众也是同款慢落来，行会哭到底盘。一寡社区也是巷仔口，拢会当看到这款塑胶做的减速珠啊。民众讲有做较安全，不过有行动无方便的民众认为，塞轮椅的时阵是真吃力。你如果说坐低一点，没有那个减速的效果啦。对啊，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啊，是会造成不方便，没有错，但是它有存在的必要性。轮椅要塞过嘛？太平，对，一直爱坐边啊，袂绝对安尼无可能。嘿，阮的小姐伊因为我倒，无法度伊力也无够，会跋倒啊。高雄市交通局讲，高雄目前的减速处啊，拢是依早地方公所家己做的，规格有大有细，有悬有低。民众环境有时车辆经过会产生噪音，甚至佫会触电。今年因争取到590万的经费，要来改善。头期先会针对时代较侪社区来试做，若是成效袂歹，后续会来推广。这个月才刚绝标出去，所以是希望说不要限制说一定要做什么形式啊。如果规划出好的，我们就来做那一种。交通局初步规划是要升第3面区的河堤社区来试做，目前也搁甲社区伫咧参详，整个计划按算今年底进程会当完成。记者柯靠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